請同學以熱烈嘅掌聲為今年嘅中華文化日拉開序幕。我係今日嘅司儀和詩班蔡文謙。我係3D 班黃寶瑩，我今日帶咗2位小學弟一齊嚟做小司儀啊！等佢哋自我介紹啦。大家好，我係1D 班蔡子晴。我係1D 班梁晴琳。我同子晴一樣，都係第一次參加沙湖嘅中華文化日，心情好刺激啊！我都好興奮啊！冇錯啦，今日中華文化日係沙湖其中一個好有特色嘅活動，一年轉眼間已經嚟到尾聲，相信各位沙湖嘅同學喺呢一年，無論學業定係個人經歷上面都有唔少嘅得着。今日我哋一齊感受濃濃嘅中華文化，迎接即將到來嘅馬年。馬在中國文化中象徵住活力、勇敢和成功。希望新嘅一年，大家都好似象馬咁奔騰向前。冇錯，今日嘅活動有好精彩嘅表演、傳統遊戲，仲有創意手工。等我哋一齊沉浸喺歡樂嘅氣氛啦！唔好咁心急，咁開心嘅日子，梗係有請家教會主席杜偉文女士上台，為我哋致歡迎詞，將祝福帶俾大家。